嗱，呢一套系統咧，除咗係你本人使用之外咧，你亦都可以同時咧係俾你嘅職員使用嘅。咁啊，只需要咧喺你加入一個職員咧喺呢一個加入會員嘅頁面裏邊咧，就同樣咧就係俾佢一個登入嘅 ID 啦，同埋個密碼，咁咧佢咧就可以登入嚟到使用呢套系統噶啦。但留意一樣咧，由於佢嘅職員咧，佢未必係需要咧用晒所有嘅功能嘅。例如某個職員佢只係負責售貨嘅話咧，咁咧你可能咧就唔需要咧就俾佢做一啲其餘嘅功能，例如係入貨啊，或者係睇一啲銷售嘅報告啊等等啦。嗱，舉個例啦，就我哋喺現有嘅職員裏邊啦，就以呢一個為例啦，咁以呢一個為例啦嚇，咁佢咧就只係負責銷售嘅啫，咁所以咧佢咧係會可以用到銷售啊等等嘅功能嘅。咁但係咧其他嘅功能咧，例如係一啲管理嘅功能啊、睇報告啊或者入貨咧，佢係用唔到嘅。咁只要 set 咗之後咧，你呢個咧亦都可以咧決定咧佢可以使用呢一個系統嘅時間。咁舉個例啦，大部分都係話全天候都可以用嘅，但係你可以咧設定到佢只可以係朝9晚5先至可以登入呢套系統使用咧，咁亦都可以嘅。嗱，咁設定咗佢嘅權限之後咧，嗱我可以做個例子啦。嗱，而家我係以管理員嘅身份登入啦，咁我登出咗之後咧，就以嗰個職員嘅身份登入咯喎。嗱，登入到啦咗之後咧，佢見到嘅嘢係好相似啦，但係因為頭先我係設定咗佢只係負責售貨嘅啫，咁所以咧佢咧係可以使用到售貨嘅功能嘅。嗱，例如呢一頁啦，但係咧當佢如果想做入貨嘅工作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咧佢係做唔到嘅，咁或者係想話睇一啲報告啊咁樣咧，咁咧你都會發覺咧佢咧係會做唔到噶啦。嗱，關於呢個職員嘅功能咧，嗱我哋咧登出咗先，然之後咧我哋咧再用管理員嘅身份啦，登入翻先啦嚇。嗱，我哋咧係咧可以咧透過一啲管理嘅報告咧睇到，如果假設咧公司咧有幾個職員都係負責係銷售嘅話咧，你可以睇到咧每個職員佢嗰個營業額係幾多嘅啊？例如咧你有3個負責嘅職員咧 ，staff 1、staff 2、staff 3咁樣啦嚇，佢哋咧各自嘅營業額咧都可以睇到嘅，咁你咧可以睇到佢哋嘅表現咧嗰個做嗰個分析㗎啦。